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5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57天。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和一个电报频道报道说，16号上午的空袭之后，当地时间4月17号晚上，乌军再次对俄军第112导弹旅发起了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也就是二刷112导弹旅。因为这个112导弹旅就是发射伊斯坎德尔导弹袭击苏梅，造成30多名平民死亡，80多人受伤的这个罪魁祸首之一，所以这个乌军叫二刷112导弹旅，炸完一遍再炸一遍。目标包括该旅武器库、人员宿舍、车辆掩体、一座变电站和一座水塔。遭袭后，现场图片已经出现在了网络上，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证实了2次袭击。除112导弹旅外，乌军还攻击了俄军第448导弹旅。这个乌军可以说是叫复仇计划，绝不放过凶手。俄罗斯别尔格莱德州州长叫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造成俄罗斯2名自卫队员在别尔格莱德州沃洛科诺夫卡履职时遇难。格拉德科夫在其电报频道上写道，今天凌晨2点，沃洛科诺夫卡区负责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比克托夫报告说2名自卫队员在无人机攻击期间值班履职时牺牲，我们所有人都深感悲痛。保卫自己土地的人死于敌人之手。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干的这样的事还少吗？这个别尔格莱德州州长向遇难者亲属表示慰问，他补充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所有为我们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的名字。那这个名字马上就要突破100万了，怎么记都是耗材。乌军的无人机继续轰炸库尔斯克。根据媒体报道，乌军用无人机轰炸了库尔斯克俄军存放弹药的仓库，这个仓库设在贫民区房子里面，被乌军给击中，发生2次爆炸，现场很壮观，因为里面的炮弹、其他的军火发生2次爆炸。这是战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现在很明显，在外交上面的这种斗争恐怕要超过在战场上的这种博弈。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带着特使维特科夫到法国巴黎，跟法国、英国、德国还有乌克兰的代表进行会晤。我们看看他们都谈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根据美国媒体说，川普方面已经向马克龙，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领导人等人提交了他们最新的和平计划。美国和平计划包括放松对俄的制裁。美国官员在巴黎向盟友提交了俄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的方案。该计划概述了结束敌对行动的条件，并暗示如果维持长期停火，对莫斯科制裁可能会有所放松。这项倡议是在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政府准备放弃和平努力之后提出的。消息人士称，该提议实际上将冻结战争。目前被俄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仍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也将被打消。这个是美国媒体放风，这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不太清楚，但是这个放风实际上就是要求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就地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在巴黎可以说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同时施压，也就是说美国有可能撂挑子不管了。这个卢比奥周五很明显在巴黎的机场表示，他说现在是时候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确定乌克兰和平是否可行。他强调美国还有其他优先事项。此言论是在美欧与乌克兰代表周四于巴黎举行会议后做出的表态。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确定和平是否可行。他说如果不可行，我们就必须转向其他事务，因为美国还有其他优先事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黎波尔歇机场登机前对几名记者如是表示，也就是卢比奥说美国要撂挑子了，美国的和平斡旋要烂尾了，就这意思。如果说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看不到和平的希望，也就是和平计划是否可行，那么美国还忙着呢，美国还有其他事要干，不再为你们这个烂事再耽误时间耽误精力了，我们还有其他优先事项。卢比奥说，德国和英国可以提供帮助，我认为英国、法国和德国可以帮助我们推动事态发展，让我们更接近解决方案。在与基辅盟友关于巴黎的讨论中，我发现他们的想法非常有用且具有建设性。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评论道，他补充说，在边缘问题上，当你们准备好寻求和平时，我们会准备提供帮助，但我们不会将这项努力持续数
数周或数月。卢比奥还提醒，这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爆发的战争正在欧洲大陆上进行。卢比奥说这样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了，知难而退，要烂尾。接下来几天，如果未来几周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就是卢比奥的意思是，就接下来几天他就要判断在未来几周能不能停火，能不能实质性进展。如果没有，接下来几天他们就准备决定美国将终止斡旋努力。大家看视频。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remind everybody that the Ukraine war is a terrible thing, but it's not our war. We didn't start i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helping Ukraine over the last 3 years, and we want it to end. But it's not our war. I want everyone to understand that. And the reason why I make that point is the president has spent 87 days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his government repeatedly taking efforts to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We are now reaching a point where we need to decide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is is even possible or not, which is why we're engaging both sides. As you know, Ambassador Witkoff has had not one, not two, but 3 meetings with Vladimir Putin to determine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on this and understand what it would take for them to end it. We, through General Kellogg, myself and others, have had repeated engagements with the Ukrainians. So we came here yesterday to sort of begin to talk about more specific outlines of what it might take to end the war, to try to figure out very soon, and I'm talking about a matter of days, not a matter of weeks, whether or not this is a war that can be ended. If it can, we're prepared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facilitate that and make sure that it happens, that it ends in a durable and just way. If it's not possible, if we're so far apart that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n I think the president's probably at a point where he's going to say, well, we're done. 看看卢比奥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之前就夸下海口，24小时之内停火。当了总统之后，后来改成3个月，后来改成180天，后来改成说我没有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之他就变来变去。现在卢比奥放风说不管了，至少说明特朗普他在俄乌停火斡旋上遭遇了重大挫折。他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把大棒给了乌克兰，胡萝卜给了普京。很可惜，普京嫌他的胡萝卜太小。普京跟特朗普周旋，态度上非常积极，非常诚恳，愿意跟特朗普合作，但是他就是不听火。特朗普没有办法，即便特朗普跟俄罗斯、跟普京勾兑，甩开欧洲，甩开乌克兰，跟俄罗斯1对1的谈，看似这个特朗普手拿把掐的，看似美国很强大，信心满满。然而事情进展和他的预期和他的希望完全相反。特朗普撮合的俄乌停火，派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叫威特科夫去给这个普京献媚，这个不正中普京下怀吗？这个威特科夫那就是普京的传声筒，是普京的小迷弟，对普京是崇拜至极，受到普京的接见，那都感动的鼻涕冒泡，几晚上都睡不着。特朗普这个对普京也是这样，天天吹嘘他跟普京的关系，私人关系非常好，说特朗普说普京又表扬我了，普京又夸奖我了。这个威特科夫也是这个德行，所以泽连斯基就批评这个威特科夫，你就完全按照俄罗斯的叙事方式在说事，非常危险。没有人授权你谈什么乌东4个州，谈乌克兰的领土，你有什么权利谈乌克兰领土？所以这个你看啊，泽连斯基对威特科夫毫不客气。你看特朗普这个小团体都干了什么事？已经80多天过去了，连一个纸面的协议都没有。什么黑海停火、空中停火、停止轰炸能源设施，哪一个做到了？特朗普连恐吓威胁一下普京都还掂量掂量，还怕话说重了，怕得罪了普京。俄乌双方每天都在互相攻击对方。近期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设施和平民的攻击还不断升级，美国对此无能为力，或者是不愿努，彰显其牛皮吹破了。这个特朗普说俄罗斯攻击苏梅州是个错误，甚至连名字都不敢提。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先是连俄罗斯名字不敢提，后来在泽连斯基的批评之下，他提了俄罗斯，结果特朗普还要求人家辞职，是吧？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辞职了，走人。这个特朗普想撇开乌克兰和欧洲，单独和这个俄罗斯做交易，却被普京利用。欧盟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和再武装的进度，乌克兰抵抗其极限施压的能力得到加强。特朗普发现他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欧盟3方的影响力不但不如他自己自认为那么强大，实际上还不断的在削弱，因为他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所以卢比奥作为这个特朗普小集团里面的边缘人物，他说这样的话能不能代表特朗普，这不好说。我先把话放这儿，因为卢比奥他已经被边缘化，在俄乌问题上维特科夫话语权更大，特朗普更信任他。但是毕竟卢比奥是美国的吧，外交界的扛把子，外交一哥，所以他说这个话你也不能忽视。卢比奥某种程度上也有对俄乌双方最后通牒的意思，是吧？我就不管了，你们接着打，爱咋地咋地。实际上反映出特朗普从自信心满满到因为这个斡旋
受挫而产生的失望和沮丧情绪。特朗普这80天可以说没有一件事干成，他当然沮丧。国内现在传言他跟马斯克不和，马斯克搞的变法也是乌烟瘴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说要1年节约1万亿美元，据说不仅没有节约，还多花了钱，这是他国内问题。那国际上你看关税这贸易战打成了一个笑话，被人怼的现在是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俄乌问题呢，你看看卢比奥说了马上要放弃，实在不行就算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特朗普的这个叫志大才疏，可以这么说，他很多想法似乎是成立，但是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毕竟是一个商人治国，他没有自己一个坚定的政治理念，他既是唯利是图，又要考虑到自身利益。有的时候所谓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实际上是让特朗普再次强大。所以特朗普他暗藏的一条线，那就是从他的全球战略出发，尽快结束俄乌冲突，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来离间俄罗斯和大国的关系，腾出精力和力量，说不定在普京的这个协助之下来对付东方大国。他这个设计的这个路线看上去似乎可以，但是由于他的能力叫眼高手低，他的这些做法和他的想法是背道而驰，或者说是根本错误，完全不切实。首先是被普京耍得团团转。第一个，特朗普无视俄乌战争的性质与是非，对吧？他多次颠倒俄乌战争的这个是是非非，明显的偏向俄罗斯，提出的解决方案以牺牲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这种立场和方案，最起码和联合国的宪章以及国际法是相矛盾的。他没有站在正义这一边啊。我们虽然说道义和正义非常难，不是那么一蹴而就，不是那么很容易得到，但是你必须要站在道义和正义这一边，否则你站不住脚，否则你怎么可能得到世界多数国家以及盟友的支持呢？欧盟就不答应，乌克兰也更不能接受，他要强按乌克兰的这个牛头去喝水。第二个，特朗普他完全低估了普京的胃口，就是他完全不了解普京，普京把他耍得团团转。俄乌战争打到今天，俄罗斯已经用宪法的方式把乌东四州纳入自己的版图，如果以现状停火，意味着战争失败。俄罗斯已经煽动起来的全民狂热，极有可能反噬战争的发动者。我在前面有几期说了，这个普京发动了战争，但是他没有办法停下来，他要停下来必须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否则他停下来他要倒霉，他要遭到反噬，对吧？普京实际上他没有退路啊。另外，普京的欲望远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能力和特朗普的胆量。大家都知道，普京的脚步是不会停留在乌克兰，对吧？一旦他拿下了乌东4个州，他还会再向前进步，奥德萨、哈尔科夫、苏梅，最后直至整个乌克兰被他吞下。你以为这样普京他就满足了吗？波罗的海3国、波兰，这些都已经在他的计划之内。要不波兰现在这么紧张，波兰现在要求法国、要求美国给他提供核保护，对吧？他已经感受到了普京的这个杀气啊，俄罗斯的脚步啊。所以说，特朗普如果就这么斡旋的话，谁会同意呢？俄罗斯不满足，乌克兰更不能满足，欧盟，对吧？欧洲也不可能配合。悬在欧洲头上的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个侵略者俄罗斯没有得到惩罚，没有得到削弱，欧洲是寝食难安。第三一个，在具体的斡旋策略方面，特朗普也是刚才说了，这胡萝卜给了普京，大棒给了泽连斯基。现在特朗普是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既把欧盟把乌克兰得罪了，对吧？乌克兰和欧盟不敢说他什么，但是心里有数，但是他又没能讨好普京，普京并不会为此真正感谢他，对吧？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背刺盟友，羞辱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极限施压，毁掉了美国的信誉以及对盟友的影响力，放弃对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承诺和责任，逼着欧盟自己武装自己。这就意味着特朗普他已经不再在道义上具有代表欧洲和乌克兰的这种权利，也不再具有美国历届政府对盟友的影响力。俄乌停火努力失败，不过是特朗普无数已经和注定要烂尾的项目之一。狂妄自大、毫无章法的特朗普还是回到正道上。什么叫正道？就是要援助乌克兰，就是要打垮侵略者，拖垮侵略者，让正义得到彰显。你不愿意无偿援助，那你可以卖武器，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情报支持，可以做欧盟的坚强的后盾，对吧？有欧盟来援助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加大制裁力度。特朗普现在改弦更张还来得及，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不要再上普京的当了。普京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天或者1周，他又做个姿态，愿意停火耍。特朗普这个小团体里面，本来负责俄乌停火的一个是卢比奥，一个是凯洛格，就是俄乌特使。但是因为卢比奥和凯洛格他们态度上对俄罗斯稍微强硬一点，不像维特科夫那样哈巴狗，所以说不受普京的喜欢。
关。特朗普为了将就普京，居然把凯洛格给换了，凯洛格由俄乌特使变成乌克兰特使。凯洛格提出来一个方案，先双方停火，对争议地区实行隔离，有点类似于西德那种概念，先冻结战争，然后再把那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托管，或者怎么样，搞一个没有美国军队的欧洲联军在那儿维和。你看这个跟维特科夫那个方案完全不一样。维特科夫公开宣传乌东4个州加克里米亚那就是俄罗斯的，人家都已经公投完了，那地方人就愿意加入俄罗斯。你看看，如果是这种方案，那乌克兰人要你美国人干啥？人家直接去找普京投降不就完了吗？俄罗斯占领的地方是俄罗斯的，俄罗斯还没有占领的地方也给人家，那让美国去斡旋个啥？我想卢比奥讲出这番话很有可能是在法国跟马克龙，对吧？跟英国、德国还有乌克兰谈了之后相差太远，差距太大，卢比奥感觉到沮丧，所以说出这种，对吧？不管了，撂挑子了，要烂尾。我们再看美乌的矿产协议备忘录，根据媒体报道，这是央视新闻报道说，当地时间4月18日，乌克兰政府正式公布了与美国达成的矿产协议意向备忘录文本，说根据备忘录内容，其核心要点之一是规定设立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基金的设立旨在吸引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投资，助力乌克兰在多年冲突后实现经济重建与发展。备忘录还特别指出，美乌双方承认乌克兰自愿放弃世界第3大核武器库。此外，备忘录规定，美国尊重乌克兰加入欧盟后的义务，或与金融机构及其他官方债权人达成协议时所承担的相关义务。这意味着美乌之间关于矿产协议的制定工作不会与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道路产生冲突。当天，乌克兰公布的备忘录文本中显示，预计乌总理施梅加尔将于下周访问美国，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会面，双方预计将就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协议条款进行技术性讨论，预计双方谈判团队将在4月26日前报告协议的进展，以期在这一日期前完成讨论并尽快签署协议。这个协议非常有意思，首先一个也是美国做了让步，这个协议涵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但是它又不影响乌克兰加入欧盟，所以这个不太好理解，操作上都有问题。我们把乌克兰的矿产当作乌克兰的嫁妆，它要加入欧盟，那这些矿产也一起要加入欧盟。但是现在美国和乌克兰签了一个矿产协议，那是不是理解成这个就是矿产这种控制权、主权还在乌克兰手上，只是美国人只是参了一股，而且美国签的这个矿产协议也是为了吸引美国的投资者来进入，帮助乌克兰恢复生产，赚的钱他还没说怎么分，这个技术性的这种东西还没说，就是说特朗普不已经承认了美国援助乌克兰只有1000亿美元了，也就是这个数字跟乌克兰差不多找齐了，乌克兰也说900多亿美元，差不多就不差了。那这1000亿，那怎么从这个矿产里面赚1000亿还美国，还是这1000亿就不还了？还完美国之后，这个矿产协议是不是还有效？那么赚的钱全部用来乌克兰的重建。所以我觉得，因为他这个协议备忘录即便签完了，还要两国的国会要签，这个流程还比较长，所以我觉得随着后面斡旋和平进展，这个协议恐怕还有波折，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说乌克兰的矿产它这个协议主导权、主权都在美国人手上，那何谈什么乌克兰加入欧盟、欧洲一体化，这个矿产协议不影响，所以很有可能泽连斯基也是采取了缓兵之计，先拖着慢慢谈，不能拒绝，也学普京态度要好谈。我们再看泽连斯基最近好像你不管他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他现在都好像把矛头对准大国，对吧？前面先是说2个大国的顾问兵被俘虏的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司空见惯，这个确实跟大国政府也没关系，都是个人行为啊。泽连斯基说这个事情也说不着大国，因为毕竟大国也有人在乌克兰那边帮乌克兰打仗，这个我以前也说了，你乌克兰对雇佣兵这个要求门槛这些东西比较高，或者是加入不方便，实际上恐怕有很多人愿意加入乌军的，因为那待遇高，收入高，有很多人是被逼没办法跑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因为他找不到路径，去俄罗斯容易。这个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人行为。最近你看泽连斯基又说这个大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包括火药、大炮。他说我们收到消息称，大国正在向俄罗斯联邦供应武器，我们将随时准备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今天我们从安全局获得了关于火药和火炮的一般信息，我想下周我们就可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了，特别是关于我们认为大国代表在俄罗斯参与生产某些武器的数据。他说但是大国外交
德部也做了回应，说大国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乌方对此十分清楚，也公开表示，俄方进口武器的零部件多数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国坚决反对无端指责和政治操弄。所以两件事联系到一起，感觉泽连斯基好像现在有点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一定要把大国搅和进来。是这么干，是以此来给特朗普施压，还是给特朗普递刀，还是给欧盟施压？这个不好说。我们还是要看泽连斯基下一周他给的证据。咱们先不要下结论，就是看泽连斯基他给出的证据是啥证据。一个，第二个，美国、欧盟对这些证据他们怎么看？如果你要坚持鸡蛋里挑骨头，那肯定是能挑出来的。就像刚才说的，你俄罗斯导弹的那些零部件不都是西方的吗？那是怎么卖过去？俄罗斯的那些工厂还在轰轰的在运转，那些车床、机床，那不是日本的就是德国的，它是怎么买过去的？它那导弹里面很多精密部件 ，T90 坦克里面的很多这个光学部件，那个都是西方的。所以说这个还要看乌克兰方面提供的证据，还要看这个证据，看看欧盟、美国他们是什么态度，再看一看大国怎么解释，再做这个评论。逻辑上说不通，为什么？刚才也说了，特朗普希望拉普京一把，到时候跟普京一起来对付大国，这个是特朗普上台之前他的策略。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怎么可能还去干得罪欧洲、得罪乌克兰的事？都已经坚持3年了，没给他提供过武器，你这时候提供武器，你不就欧盟吗？得罪乌克兰吗？这边美国拉着俄罗斯要跟你干，你又把乌克兰和欧盟得罪了，这是图啥？这个也解释不过去。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卢比奥下了最后通牒，我认为普京很有可能再一次耍特朗普，他在未来的1周或者2周突然同意有条件的停火，因为他需要先喘口气，他需要美国给他解除部分制裁，他还要从美国买波音飞机那零部件，俄罗斯那么多飞机都飞不了，他还需要特朗普配合，不要把油价搞那么低，油价太低了，这个受不了了。所以我认为普京很有可能再次耍这个特朗普。特朗普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拜登，就是不跟俄罗斯接触，你要谈你要干啥，你找泽连斯基去，不要找我，我就知道给泽连斯基援助武器就完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